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5，以赛亚书60章1节安尼讲：起来啊，发出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到。耶和华用光发现，照伫你的顶面。三角来祈祷，要爱愿起来，发出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施恩赐福的救主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宝座前，要来称颂你的名，也要来学习你的奇妙伟大。主啊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过去、现在到将来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当世界充满黑暗，人人也伫黑暗中来行迷路。求你赐阮智慧甲开力，互阮通成做你荣光的见证者，互人看见阮的好所行，就来靠无你，归应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呼召阮，就起来发出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